心人伫过去手内，伊会当讲，伊通讲，你讲假嘛假无甲久呢，假嘛假一摆两摆就算赢呢，按样来呢，迄啦假啦，你来空定的啦，迄几摆仔就无赢呢，敢是安尼？但是伊无摕呢，所以这种的物件，能够真金拍火，来试了后，你就知，真正是中到生活的啦吼，那无简单吼，所以因为这就是咱叫法度实心，伊已经发了无恶实心，无恶实心是不是你有知影？叫大菩萨，无实就大菩萨嘛，所以佢入经文经，我得中即个讲一下，哦，如来实体是人，实见是人。如来知影这个人，实体是人，实见是人，知影这个心得什么物件？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一边，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一定，但甲二当如来一样，无简单。如来是为法大乘教说，如来是为法最上乘教说，上乘教说叫做菩萨，最上乘教说叫做摩萨。这个就这是重点。今日咱就当大家听，咱是菩萨吗？咱是摩萨吗？啊，如来是为法大乘教说，为法最上乘教说，要人一定说。所以今日咱文化面啊，确实无简单。下当我听经文经的翻译，虽然无法是通摆摆相机，啊，大家吼，你较认真听。哦，啊，我含讲，啊，无法不讲，啊，大家研究，啊，较好你咧念一套经文经，你看我念咧，而且听我咧念，听到尾，你就想要去，哦，啊，我也是了解哦，所以今日咱一定要知影，咱有这个根基，咱来珍惜咱这个语言，但是各个反在反对。虽然咱今做救星，咱也是反对的救星，但是互咱要离开这个世界里，你因为无实为，你无实为，这有你经文你看遮清楚，咱得看嘛。所以，哦，虽然伊发了大无实心，嘛爱得去哪？开悟正，开悟正果，咱今日行第9、第10分，就是要去开悟，要去正果这一念。所以呢，咱家去转还心性，修到不发菩提心，就譬如咱人咧种田，咧种这啊，种这个田啦吼，发菩提心是成佛之因，所以咱会当发菩提心，爱去修这物件，庄严因地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这个如是因，如是果，代表因果，这个如是叫做哪？换成解释叫做清净无量，你会去以如是清净因，啊去如是清净果。佛咧讲的如是如故话，咱往早头讲的叫做三法界，实上法界甲观念法界讲如，观念法界咧讲啦是，所以是。